受到疫情冲击和经济成长放慢的影响，真侪去对台湾去到中国创业的少年人遇到困难。就算中国有向台湾的少年人提供创业基金，不过根据了解，这款补助金敢若会当挡2年尔。2年后若准无法度就地生产呢，就可能爱离开。即使有真侪生意做失败的人，都无回来到台湾，这人数唔若变多，而且有少年化出现。 为了鼓励少年人去中国投资创业，中国推出两华青创基金。不过，受到疫情还有经济放慢的影响，真侪去中国创业的少年人拢传出失业。实际访问台湾新创的产业，要去中国投资的意愿，敢若拢无悬。 我们因为这个有国防产业，所以还是有一些地域性的地缘政治的因素，所以并没有办法出口到中国跟俄国地区。都会依照很多不同的就是市场需求会有不同的发展。比如说在日本来说，我们就没有看到类似好好这样的线上服务平台。那其实在中国已经非常成熟了，那可能就不会是我们的首选。业者表示，受到市场需求减少，暂时无要考虑中国的市场。根据江苏还有云南这的官员讲。 10个创业者内底有9个无法度活落来，敢若有1个会当在地量产。佮加上最近几年外销订单减少，国际贸易真复杂，有真侪台资的厂商拢传出倒去。若是转职去当地服务业，平均的薪水敢若台票22000块。根据海基会统计，为2019年开始到2022年，协助者回来调伫中国的人数为44人，每一年增加到87人。调伫中国人数嘛有少年化的趋势。 只要国人向我们海基会寻求协助的话，我们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协助国人回到台湾来做必要的安置，以及提供必要的协助。大陆他自己本身的那个年轻人的本身的创业的这种能力意愿也非常高，台湾年轻人的那个优势也逐渐消失了。如果是疫情趋缓，我想台湾的年轻人去中国大陆创业也好，工作也好，读书也好。 都不会像以前那么热络了。专家认为，调伫中国的人数主要是因为当地结构性的问题。就算中国推出基金的补贴，恐惊还是无法度挽回台湾少年人去当地创业却失业的状况。恐惊失业的状况，敢若会愈来愈多。记者综合报道。